其实咱拢知影讲，这气候变迁唔但是影响到环境，嘛来影响到经济，也有人类的健康。环保团体就来指出讲，其实这几当来呢，这热伤害就医的人数是增加74.4%。劳工团体是来建议政府热伤害规范的范围应该就要扩大。因若这天气上热，到底敢会当来放假呢？环境部表示讲，会详细来讨论高温对物种的危害。热天要到啊，真侪伫户外做工课的劳工，若是长期晒日头，久来可能会有热伤害。绿色和平摆市调开记者会表示，虽然劳动部有制定关气温户外工作的预防指引，不过干那针对营建业、农渔业特定的产业来做规范，学者也观察到高温会致使慢性健康问题发生。我们发现每温度上升1度啊，那个农民那个慢性伤病的危险会增加8%。而且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受到伤害？我们注意到农民他的危险性其实是一般民众的2.多倍啊。经过卫福部资料显示，2022年到2024年19岁至64岁成人的热伤害人次对1622人增加到2829人，增幅大约是74.4%。台湾劳工电线秘书长也表示，气候变迁唔但是环境的危机，甚至会影响劳工的健康、社会经济。建议未来伫高温环境针对雇主劳工的指引通较明确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如何去让雇主必须清楚知道？他有法律上面的义务来避免劳工发生这个事情。最近针对高温假也有不少讨论，环境部长彭启明伊表示，未来环境部会结合相关部会、产业界、学界来做抗高温对策联盟，上紧5月底来成立。我们最近也会尝试着从健保资料库捞出来，到底几度？哪一种族群是在几度的温度之下，它会遇到什么样的危害、什么样的病？我们要了解更清楚多一点，我们才能够走到那一个程度。所以目前来看的话，现在说什么时候要放高温假，还有点早。绿色和平强调，气候变迁对经济、劳工健康的影响真大，呼吁经济部、环境部、劳动部要赶紧下部会做伙讨论有效的政策，来降低未来气候变迁对台湾造成的威胁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玲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